新闻头起先来看，早暗10点外，台北捷运板南线为港仔喙往新埔的列车，有一个差不多40岁查某人举米缸刀仔学白花，致使一个学生的面着伤。加在边的人紧甲刀仔抢过来，捷运班有暂时停驶。都是谁的？一个戴目镜的查某人摕米缸刀甲一个查甫学生刣着伤，边仔乘客看到了，有几个人去甲伊压掉火。代志是发生伫咧初八暗10点外，台北捷运板南线一台自港仔喙驶向新埔的列车内面，一个差不多40几岁的查某人突然间摕米缸刀攻击，一个查甫学生面互伊刣着，边仔人看到有人甲伊抢刀啊，有人甲伊压掉的，受伤的查甫学生面流血。请到站了，民众甲这个查某人压制伫咧月台的涂骹，等警方来处理。初步了解，这个姓王的查某人对仙道市立站，敢若是精神状况无稳定，伫车厢内面举刀攻击乘客，受伤的查甫学生由家属带去病院治疗。那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发现有涉案女子，那本分局已经在现场压制。那过程中有一名男子脸上遭划伤，经送亚东医院救治，已无生命危险。那全案依伤害的现行犯逮捕王姓涉嫌人，全案讯后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台北捷运公司讲，无其他的旅客受伤，了捷运也是恢复正常营运。因那代志发生的原因，警方也搁伫咧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